昨下晡，高雄的愛河出現真濟死魚仔，味閣真歹。環保局昨嘛已經予大約600公斤的魚仔屍體咯，早起閣繼續在處理哦。目前水質檢測閣算正常，有可能是因為天氣向反寒，才造成這魚仔大量死亡。環保局人員洗牌啊、手夾河啊，沿愛河兩邊巡視，若看到死魚仔，就隨河起來。昨三下晡，就有民眾通報愛河魚仔死一堆，幾600公尺長的高面，規個攏是一款俗稱土黃仔魚的屍體。因為數量傷濟，嘛已經豆有臭味傳出來。死這麼濟魚仔，到底什麼原因？民眾講，飼戶應該愛查戶詳細。比較多就魚死掉了，那昨天就有了。檢測看水質有什麼問題，就不能用想要推測的，要實際拿數字來看。之前有幾次我們也有看過類似這個情形，但我們都以為是可能有某一部分被水或環境的影響。愛河是高雄的代表景點之一，即陣煞出現一堆死魚仔，難免會互人歹印象。環保局講，因13攏總予起來600公斤的死魚仔，不過包括溫度、酸鹼度、水色等等的檢測結果攏是正常的。因為這款土黃仔魚對溫度變化較敏感，研判可能是天氣向變寒所引起的。未發現異常排放，研判氣溫驟降導致魚體死亡，死魚以環球海鯽居多，該魚對溫度、鹽度變化較為敏感。統計昨日動員2船5人次，達到600公斤，已經予600公斤起來。就是早起來到愛河邊，也是會當看到真濟死魚仔浮佇水面。環保局強調，會繼續監測水質，清除河邊的死魚仔，維護市容景觀。記者柯家族、柯昭陽高雄採訪報道。